李荣腾先生，就是我相信哦，今天听完你唱这首歌的人哦，一定会追这首歌来听。其实我们这个舞台其实是希望更多人来听台语歌。我觉得你们今天两位哦，可以让大家可能就是会很多人哦想要因为你们而让这首歌哦传播给更多人听到。我觉得会有这种感觉。好，谢谢老师。我真的很希望我到老的时候还可以像你们这样子，对，可以这样子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今天不管胜负怎么样，我觉得两位大哥在给我们做一个很好的典范，哈，就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唱自己想唱的歌，我觉得那个真的是人生最幸福的事情。好，谢谢，谢谢，谢谢。